来看墨西哥的政府哦，最近宣布讲，总统府附近的19只流浪猫仔，要甲因当作是国家固定的资产，未来会由国家来编预算来照顾。这嘛是墨西哥史上哦头一届有动物防指定为做国家资产。国家宫内面的猫仔以后会是联邦政府有性命的固定资产。有专人替因咧准备食物，因正自在伫过生活的形，嘛和国家宫的形象连起来。因伫遮四界走来走去，甚至伫记者会嘛弄来弄去。Yo creo que los gatos ya son un símbolo de Palacio Nacional. Decidimos, bueno, a través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 Recursos Materiales, denominarlos así, activos fijos, pero pues en este caso le agregamos lo de vivos. 总统欧布拉多是爱猫仔的人士，这个新的宣布嘛，代表讲国家的财政部是编列照顾猫仔的预算，亲像看医生也是食物等等，就算是10月摄入了后，嘛会继续。这猫仔当初是安怎来的，无人知。工作人员讲，早就伫50当前，分园内面就有野猫仔出现，事实上，个外口的猫仔嘛会入来，嘛怀疑周边的猫仔暗时会找旁逃走出去。Ya capturado, ya contenido, se lleva a un área que tenemos habilitada como un consultorio, por decirlo así. 但嘛，因为生活相似时啊，加上入来国家宫的记者，拢会炸一寡乌物仔价。官员只会当要求记者莫阁摕一寡食物去饲因啊，因为猫仔是愈来愈大颗，因为因即马是国家有性命的资产，当然爱活甲愈健康愈好。公司新闻黄运良编译。